將臨期靈修默想係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培訓部提供，日期2025年12月4日，第5天，主題醒悟，題目醒覺自己的無知，經文詩篇73篇21至22節。因而我心裏發酸，肺腑被刺，我這樣愚昧無知，在你面前如畜類一般。有一次，我喺基督教嘅書室打書釘，聽到一位老姊妹想買一本書，老姊妹就向店員咁講啦：我想購買蘇永睿牧師嘅呢本書。我聽咗之後覺得唔啱，就插口咁講啦：呢本書唔係蘇永睿牧師寫㗎，應該係蘇永智牧師寫嘅。老姊妹話唔係，應該係蘇永睿牧師寫㗎。我話唔係，應該係蘇永智牧師。老姊妹就唔服氣咁講啦：蘇永睿牧師係我嘅牧師，難道我唔知道咩？我見老姊妹咁樣講，我就唔再堅持。返到屋企上網搜尋一下，竟然發現的確係蘇永睿牧師所寫嘅。嗰時候羞愧難當，真係要將個頭咧嗡喺地去裏面啊！我自問自己都係一個好書之人，經過呢件事情之後，真係好似聖經上面所講，心裏發酸，肺腑被刺。我喺老姊妹面前算係多管閒事，識少少扮代表嘅人。詩人喺度自嘲自責，我心裏發酸，肺腑被刺，愚昧無知，好似畜類一般。係因為之前佢怪錯咗上帝，喺上帝嘅面前發咗好多牢騷。當後來得知真相之後，上帝終於沉冤昭雪，原來詩人錯怪咗上帝。但係詩人之前對上帝種種嘅不敬，再裝喺上帝身上邊，對上帝嘅作為指三道四，呢個點會唔叫詩人汗顏、羞愧、心裏發酸、肺腑被刺呢？呢一種錐心之痛，係恨惡自己嘅無知。有幾多嘅時候，我哋誤以為自己就係真理，對各樣事物嘅判斷就喺自己嘅身上邊咯。點知道呢啲係自高自大，自大到一個發臭嘅地步，連上帝都係我哋控訴嘅對象。上帝以為自己嘅作為向我哋解釋，我哋質問蒼天，責難上帝，仿佛自己就係一個苦主咁樣。其實我哋係用無知嘅言語，使到上帝嘅旨意暗昧不明。我哋將事情本末倒置咗，我哋都將主客嘅位置倒轉咗。上帝啊，為着我哋嘅無知，我哋內心非常嘅難過。上帝啊，俾我哋翻到好似小孩子嘅心，因為你樂意向嬰孩顯明你嘅旨意，亦都讓我哋有一顆單純嘅心。你話乜
就係乜。當聖經話上帝實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嘅時候，我哋只有阿們，並且羨慕成為一個清心嘅人。默想，你喺邊啲地方容易自以為是、自視過高呢？喺信仰嘅歷程上邊，你有冇發現自己嘅無知啊？祈禱。慈愛嘅天父，我為到自己嘅無知同埋自大，向你認罪，並且覺得羞愧。求你憐憫我，叫我學習唔妄評你嘅作為。阿們。